电影的消息来看，高雄有民众去市场买圆仔，当去厝要煮，但落去煞是冰冰冰冰，再扒开一个看，内底煞全是包玻璃珠啊！当下是经出面来解说，因为当时受过无用，无注意到去摕到边仔样本。卫生局嘛表示会派人去稽查，看敢有违规状况。 用手伫咸圆仔扛一个，捅出来毋是肉啊，是玻璃珠啊。当这要到高雄北新社10到总营一个传统市场的档啊，买一盒咸圆仔转去，结果落鼎煮，发现无啥着。要煮嘛，他就煮了4颗，结果就放下去以后，因为它外面是保丽龙的那种材质，所以一放下去它就遇热就融化，起了一堆泡泡，然后一捞，结果就4颗蛋就跑出来。 咸圆仔做出玻璃珠啊，后面就拢讲去，有网友提起可能是摕到是无样品，也不过原包装并无注记是样品。民众登去档啊，高中生活一盒，通常15块钱，迄天是5块一场，已经伫样品打漂头，避免类似的状况搁发生。他拿起来，然后他直接拿袋子，他装上去熟客，他就那个帮我收钱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很忙，东西新鲜的我们再放在冰桶里面，招牌样品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开始卖咸汤圆了。团长解释，咸圆仔是肉啊，惊成本放到中昼会歹去，所以伫档啊只放黏头甲玻璃珠啊做样品。也毋过样品伤真啊，想想看实在歹分出真假。也有重量，看起来是很逼真，但是它上面有写个样品。所以他如果没贴，你会拿错？会。煮之前也要说，先去摸摸看，闻闻看，再来去做料理。就惊消费者买唔到，可能造成老大人也是囡仔食落去，恐惊造成危险。高雄市卫生局协报了后表示，样品应该甲真的食物隔开，避免民众摕唔到食唔到，会派人到档下稽查，若发现违规状况，会依法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